伫咧台北信义区夜店台警察的犯案，犯案的罪犯易宝宏，吊起挂一家，引起外界质疑这挂一家的制度。法务部长蔡清祥今日表示讲，未来司法了后，重大暴力罪犯会改掠挂，袂当选起挂一家。在野党也拢支持开临时会赶紧修法。总统府伫下晡也发出声明，赞成伫立法院临时会处理。台北市信义区夜店太警案罪犯易宝宏改掉外的监护刑，引起舆论的反弹。部分党派总统参选人嘛做伙批评。赖清德讲，当罪犯应该爱实实在在做完徒刑，袂当想空想芳投机。法务部长蔡清祥切实亲身出来讲，修法完成前会严格审查。修正的内容就包括了杀警等重大暴力犯罪是排除可以进入外狱监来服刑的。修法完成之前，我已经督促矫正署对于个案要从严来审查。比较现行法加修正草案，即马规定毒品犯、性侵犯、脱毒犯袂使遴选。修法草案是提高遴选的条件，必须要假释，也是期满前1年申请。若是犯10年以上的重罪、重大暴力犯罪、儿童加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也到毒品加保等袂使去外监服刑。国民党呼吁立法院伫临时会加速审理外监条例修法，时力加民众党团也拢支持。民进党修外役监条例根本是打假球，雷声大雨点小。朝野党团应该将外役监条例修法列入临时会议程。包括我还有包括我们柯总召都有提到，我们希望在下个会期的时候呢，可以排入法案里面希望法务部再做一下比较好的修正，那尽速送到立法院来审查。总统府讲，蔡总统加行政院长陈建仁嘛伫讨论，各界对外役监条例修法真关心，认为应该会当伫这个临时会持续集中讨论。不过草案有25案，望条影会当理性讨论，达成共识，完成立法。记者综合报道。